后来，甲咱的镜头刷落来下港来看高雄凤山一栋大楼，顶个月29号爆发到群聚的感染。高雄市政府当天就来启动清零的计划，规栋大楼的住户全部拢爱居家隔离14天。到昨暝12点晚期，有住户时间一个到，就赶回去厝，讲总算听好好来困一醒啊咯。还有一寡住户是等天光一个透早，坐巴士专车来转去，到妈妈带着囡仔一落车就讲，总算会当看到太阳，讲感动甲想要哭。住巴士甲行李拢摕来，因为总算会使转去厝内。拖行李行甲真紧，想要赶紧转去。所以看到阳光了，很感动，想哭。封隔离14天，真正大家拢咧算时间。就是跟着软件一样，终于看到阳光了，真的很舒服。高雄凤山这栋大楼6月29爆出群聚感染，大楼总共5个人胃着病毒。市府当期嘛启动清零模式，甲146个人全部送去防疫旅馆隔离。到昨暗时12点隔离期满，有人时间一到就转去，有人是透早才坐专车转来。住伫旅馆2礼拜，有人烦恼冰箱内底物件，阁有人烦恼洗衫机内底衫裤。衫裤拢搁等你洗衫机内底。环保局嘛派粪扫车停伫大楼下骹，好转去了后，会使开始摒扫的民众直接来倒粪扫。封隔离的146位民众 PCR 拢是阴性，不过对因来讲，大楼有人确诊，也是希望会使加一个保护。担心啊，像我们现在出去，人家都会怕我们呢，所以我们就要求优先打疫苗。辖区的里长讲，已经透过议员以专案来申请，目前也未得到市府的回应。不过总算会使转去，大家拢真欢喜。还是自己家己厝较好啦。大家拢讲，要是踮伫家己的厝内较好。